對於超高淨值人士嚟講，婚姻就好似一種高風險嘅資產保護方式，一份生物學上嘅約束合約。大多數人都會將呢啲大年齡差距嘅配對解讀成一係超越凡俗嘅愛情，一係就係青春換財富嘅簡單交易。楊振寧同翁帆呢一對諾貝爾獎得主夫婦，或者陳麗華同演員池松穗呢一啲公眾婚姻，就成為咗呢一種現象嘅主要案例。呢一啲解讀都假設咗一個標準嘅關係模式，兩個人通過互相交換去建立共同未來。如果用分析嘅角度去睇，呢啲安排就會揭示出企業架構嘅運作機制，佢哋係經過精心設計、封閉循環嘅系統。精英階層唔單止靠法律信託去保護自己嘅帝國，佢哋仲會利用人類生物學打造一道無法滲透嘅防火牆，去守住自己嘅傳承。一個價值數十億嘅遺產，最大嘅風險就係新出現嘅子女節點，即係新嘅競爭繼承人會威脅到現有權力結構嘅集中。生物所就確保佢個帝國可以免疫於呢啲風險。透過阻止有新後代出現，呢個系統就可以避免將來內部嘅爭鬥。佢自己親生子女、年輕配偶就會失去挑戰現有階層所需嘅法律同情感籌碼。陳麗華融合咗年輕凝視嘅模式，用自然生理極限達到同樣效果，利用極高齡去封鎖年輕伴侶生育嘅機會。呢個生物封印就成為咗一種資源完全壟斷嘅機制，係一個結構性優先考慮，確保個帝國可以維持一個靜止封閉嘅系統。當一個伴侶被禁止成為未來家族掌門人，佢嘅系統入邊嘅角色就會轉變成一個特定嘅戰術位置，好多都變成咗傳承裝飾品，一個活生生嘅獎盃，向公眾證明年長伴侶依然有活力同歷史分量。有啲人就做系統維護者，用自己嘅青春去換取咗年長伴侶衰退時提供專業而高風險嘅照顧。一般婚姻係靠共同進化，兩個人一齊建立一個不斷擴展、多線發展嘅未來。但呢啲精英系統就係靠向後兼容運作，年輕配偶被迫完全適應年長伴侶嘅過去，所有向前發展嘅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切斷。年輕配偶嘅生命力變成咗一個安全補丁，去穩定一個咁嘅有份維護，但係永遠唔會真正擁有嘅傳承。社會成日讚揚年輕配偶所謂嘅犧牲，或者對佢哋將來可能繼承嘅財產帶住一種羨慕嘅眼光。冷靜嘅分析，其實呢個係一種有方向性嘅收割，一場生物學上嘅交易，強者離走弱者未來嘅潛力。佢哋可以享受一世奢華同埋進入精英圈子嘅 VIP 通行證，但代價就係要放棄自己生物上嘅成長，代價就係自己人生痕跡被永久抹去。佢哋同意成為進化上嘅死胡同，換咗分一杯人哋歷史毛羹。最終，年輕嘅配偶只會孤零零咁喺大宅入面老去，睇住個空洞嘅身份，無論係博物館管理人定係遺孀嘅一個已經用完咗佢嘅體制入面。當你變成咗人喺墓碑上最貴重嘅祭品，咁你得到嘅地位到底係獎賞定係喺金嘅牢籠？